答我多？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价，不是生理地卖。一旦开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落叶。你问我爱情一斤答我多？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价，不是生